林徽因咧係曾經咁樣講過，有人話愛上一座城係可能城入邊住到某一個中意嘅人，其實唔係。愛上一座城咧，好可能呢座城入邊有一道生動嘅風景，一段青梅嘅往事，或者一座熟悉嘅老宅。喺今日我哋要加翻句啦，仲可能係因為一間有古仔嘅老字號嘅酒店，佢唔單止承載住呢座城市嘅流動記憶，而且仲蘊藏住穿越時代嘅力量。譬如呢間廣州東方賓館，東方賓館咧就算得上係廣州老字號嘅大型賓館啦。佢動工於1959年，1961年就開業，當時係叫羊城賓館，係為咗接待參加廣交會嘅來賓而建嘅喎。喺當時嚟講係全廣州 No.1 嘅高級賓館嚟嘅。咁1966年咧，佢就改名為東方賓館啦，係寓意住代表東方走向世界。1972年首次擴建嘅時候，喺原有嘅工字形8層建築嘅基礎上，喺西邊咧就建造咗11層嘅南北向新樓。舊樓咧就以中式風格為主，新樓係以西式風格為主。新舊樓之間咧又合圍成半開放嘅嶺南園林，成為咗當時最大嘅景觀亮點啦。嗱，東方賓館係唔單止夠大啦，佢仲以濃郁嘅嶺南文化元素咧就馳名中外嘅。咁不如咁啦，大家跟我去 𥄫 一 𥄫。牌坊你又見得多啦，但係咁正嘅酒店牌坊真係唔多見。金黃嘅琉璃瓦嘅裝飾，極具東方嘅色彩。入嚟大堂，呢幅潮州嘅巨型貼金嘅木雕，叫清明上河圖啦，夠晒殘眼啦啩！佢係由20幾位美術師用咗成1年幾嘅時間雕刻而成嘅。嗱，入嚟東方嘅人咧，就一定要細細品嘗下呢度嘅東方式嘅園林啦，尤其係中庭花園嘅五羊雕像啊，以為五羊降水，以一路之隔嘅越秀公園。五羊雕像係遙相呼應嘅喎，佢係由廣州美院嘅潘學教授於1982年創作，係東方賓館嘅打卡點嚟㗎。漫步喺充滿住東方美學嘅園林，咁你幾乎感覺唔到出邊嘅車水馬龍，變得好靜好靜。眼前咧就盡係亭台樓閣嘅小橋流水啦，既有嶺南嘅特色，又兼有熱帶嘅風情。賓館嘅室內外咧，處處可以見到屏風啦、壁畫啦、花卉啦、木雕啦、石雕啦呢一樣啲東方嘅元素。80年代咧，呢個園林咧就係廣州市民除咗白雲山同埋其他幾個公園之外嘅一個主要嘅休閒地。咁當時有好多老講話啦，嗱呢個地方咧就係我第一次見鬼佬嘅地方啦。咁啊大家諗下啦，當年嘅你有冇喺呢度留低少少腳毛？作為改革開放前沿城市廣州嘅老牌賓館，咁啊點可以唔講下當年嘅威水史啊？喺1966年改名之後咧，佢就喺全國率先設立咗總統套房啦。而喺1979年秋交會之前，佢就開始咗全面嘅裝修改造，客房安裝咗5大系統。喺大陸咧就率先設立咗自助餐廳啊！呢個概念喺當時係好新嘅。喺同行業中咧就率先實現咗現代化啦。1980年前後，東方賓館喺全國率先打造咗音樂茶座，以及組建咗輕音樂隊。喺當時嘅大環境下，真係一鳴驚人喎！全國各地紛紛仿效，廣州因此亦都成為咗中國流行音樂嘅發源地啦。咁同一年，佢又喺全市率先擁有咗的士車隊。1988年，又喺全國率先開辦咗卡拉 OK 歌舞廳，當時嘅名就叫東方卡拉 OK。同時又率先開辦咗英式長球廳。1990年，東方賓館率先成為全國國營嘅5星酒店啦。咁1993年，佢又率先成為喺深交所上市嘅賓館。講開又講啦嚇，當年東方之所以名聞全國，係因為佢竟然間可以一邊大改造，一邊正常運營。2年都唔到，連本帶息還清晒啲貸款啦，一時間就被作為有效引進外資嘅成功經驗，喺全國進行宣傳推廣喎。直至到而家為止，喺國內嘅酒店培訓教材中，仲保留咗有幾個東方賓館嘅案例，而且仲係中英日多語嘅。嗱，金秋時節啦，四哥嗌你再一次嚟東方賓館體驗下佢嘅勁秋，領略下東方文化嘅傳承。咁歡迎大家喺評論區裏邊分享你嘅感受。拜拜。